出来及记第22章，悲伤的条例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人若偷牵牛还是羊，无论是掠去刣还是牵去卖，一只牛得赔5只，一只羊得赔4只，贼一定得赔偿。若无通赔，伊得卖身来赔伊偷的物件。伊所偷的牛、驴还是羊，若枵活着，伊就得赔顶赔。贼若伫面是乌空偷摕，互人拄着，佮互人拍死，拍死人的无算有罪。若日头已经出，拍死人的就有罪。人放精生伫家己的园还是葡萄园食草，若出在因食别人园里的物，着用家己园里还是葡萄园上好的出产赔偿。人若起火烧刺皮，拖到挂了的麦堆，还是还未挂的麦仔，还是田园，起火的人一定得赔偿。人将银还是物件寄厝边保管，这物件伫保管的人因兜若着贼偷，贼仔若有掠着，贼仔着赔顶赔。贼仔若无掠着，迄个互人夹的人着去审判官遐，证明伊无摕厝边的物件。关系侵占牛、驴、羊、衣服，还是拍毋见物件的诉讼，若有人讲这是我的，煞引起纷争，双方着去审判官遐。审判官若裁决什么人有罪，迄个人着顶赔赔伊的厝边。人若将牛、羊、驴还是别款精生寄厝边照顾，精生若死去，还是受伤，还是互人抢去，毋久无人看到，两个人着到上主面前就罪。受托的人表明伊无当着厝边的精生，原主就得接受，受托的人毋免赔。若确实在精生是互人偷牵去，受托的人着赔原主。若是互野兽拆喙，受托的人着带迄个尸体来做证据，伊就毋免赔。人甲厝边借精生去使用，精生若有受伤还是死去，原主无在场，借的人一定得赔。原主若有在场，借的人就毋免赔。若是租的，损失对租金拄。道德甲宗教的条例。人若因有还未订婚的处女甲伊做伙困，迄个人着付聘金带伊做某。查某囡仔的老爸若坚持毋将伊嫁互迄个人，处女的聘金迄个人着照纳。做翁姨的毋通互伊活，接受交合的一定得互伊死。除了上主以外，佮甲别个神明献祭的人，着甲伊誅灭。毋通欺负寄居的人，嘛毋通压制因，因为恁嘛捌寄居伫埃及。毋通歹款待孤儿寡妇，恁若真正歹款待因，因爱叫我一定袂听因的哀叫，要对恁发大受气，用刀害恁，互恁的某做寡妇，恁的囝儿做孤儿。恁若钱借互我的子民中间的善车人，毋通亲像放利的人甲因摕利息。恁若摕厝边的外炮做抵押，日落以前着还伊。伊只有一领衫通夹，若无，伊要安怎困？伊若对我哀求，我要听，因为我是慈悲的。毋通亵渎上帝，嘛毋通诳媚人民的领袖。你得将修成的五穀、新油甲新酒奉献互上主，毋通延迟。你得将大囝献互我，头上生的牛甲羊嘛着照安尼做。出世了，通缀伊的母7日，
第8日就归互我。恁着做我圣洁的子民，伫野外互野兽拆你的肉，恁毋通食，着迄互狗食。